關掉了。哦，是一夜的味道。想將我做配合，但你與我這個情勢只給我培訓。情與愛太過複雜，我要太多喘息，但你愛我嘅以後不會太過忐忑。當擁有嘅時候又接近放手，循環播放劇情有多少個然後？如果係現實，我會選擇打破現實，喺你嘅世界裏面，我會選擇慢慢佔有。致命嘅世界永遠好動帶着可，我卻冇時間迷惘，我情錯過卻唔可再從開始走到結尾，那個不會變大個。但終於想要一個理由，有誰可以勸阻？要 UFO 仲有變數，最普通嘅佢哋色情片報，愛恨追遍散落每個季節嘅消耗，看着花瓣跌落過程差得過衰老。重新出發嗎？更渴望未來，以往這少年的愛嗎？彷彿不夠，成長會進化嗎？也信念自由，我愛這少年放肆嗎？這花開過歲婚姻裏出身逼出佢嘅眼鏡，佢再犧牲佢嘅率真改變佢嘅眼鏡，戴眼鏡嘅佢明白波珠解決唔到逃避，要長大要負責任，縮短兩個人嘅距離。你夢裏學會感慨，你亦放肆你的愛，用力轉載，越過比賽為我掩蓋，都因為愛。